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下晡继续进行董事会，有选7席的商务董事。台北市政府摕到1席，也那农会甲民库是摕到3席，农委会甲千古社有摕3席。市政府甲农会派有掌握过半的董事席次，经营权确定换人。这董事长是由台北市政府所推派出来的，也就是前金门县长杨定武出任，总经理是由吴宏明来做。北农董事会下晡2点开始正式投票前，先互媒体入去翕画面。31个会议是延续2日农委会代表退席，无法度完成选出7个商务董事加董事长总经理的任务。关门会议了后半点钟，门内就传出破声。最后，台北市政府得到1席，农会派甲民国3席，农委会甲青果社3席。我想这个很顺利圆满的这个完成这样子一个选举过程啦。这个结果是农委会可以接受的。这个是我们原来预期就这个样子的。因为台北市政府甲农会派拢总摕到4席超过一半，同意董事长由前金门县长杨定武担任，总经理是韩国瑜市政府团队成员，前高雄市农业局长吴宏明，和经营权的小姐顺利落幕。今天只是一个起点并不是圆满的结果。真正圆满的结果是要让北农公司能够继续努力，达到对农民、对承销商、对消费者的保障。新任总经理吴宏明敢会去台北市回避顺利，伊讲这是本来爱做的代志，不过因为伊去年啉酒赛车家己弄着，农委会会后发新闻稿表示无赞成聘任有不良形象的伊做总经理，无奈实处确属台北市政府派。吴宏明受访的时阵，搁在会室里讲无可能再犯。在这边跟社会大众再一次诚恳讲的一个道歉。从今以后我也不会去再犯这件事情。如果有犯，我想我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直接下台，没有第二句话。北农第14届董监事会顺利落幕，新董座表示，台北市政府为了让运作正常、展现诚意，台北市政府官股为2席减少到剩1席，和农委会为2席变3席，希望会当让北农正常运作，这才是上届负责的做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